种过番薯的人拢知影，种番薯就要用番薯藤做材仔，刷落来用插起的方式，过程阁需要人藤、压水甲压肥，差不多3到4个月就通收成。伫古早台湾社会无遐富裕的时代，一般家庭食番薯真事常，因为番薯够炭紧，真好种，所以甲番薯相关的俗语嘛袂少。其中一句是讲：食番薯无存本心，无存本心嘛有人讲无留本心，就是讲无甲材仔留落来继续生炭，拢甲食了了。这句话有2种无同的应用，一个是讲食人的番薯受人帮助甲恩惠，煞毋知影知稳报本；一个是对比自人，干那个眼前的利益，无去想讲以后会去拄到什么款的问题，完全无留后步。